nhà dòng cái trồng này từ bên trái à cũng mua lúc chế phỉ dòng hén và cũng tôi ra trâu tới chơi xóa lúc rõ kỳ chơi nhà đầu lúc bây giờ nó cũng lúc xéo và mua lúc chế phỉ nó là mình chỉ cho tụi xài và nó bé của ao dầu tấu nó này bé nhau tới chơi mấy cả này tới coi lúc đó thì xịn lúc bây của họ ao dầu tuổi nó lúc xéo và nó nói thì cũng là mình chỉ tao nên cho nó thảo bé lọt to kể vùng câuแต่หนึ่งเทียบีเลยไปเจอมองไปยังเงียบุกเก้าเทียไปยังไปเฉลิมกาไปยังน้องจังเก้าหล่อโตว่านอนไปแต่เทียบีจะได้นอนเริ่มเดินถามไปหล่อใช้เกี่ยวกับเก้าเราเขายังจะเทียนะแค่ไปแต่หนึ่งยังห้องเทียแต่ทีหนึ่งกู้หายที่จะรู้ว่าเดินไปเจอห้องซึ้งให้จะได้นอนไปยังลงที่อายุตัวตอนเจ้านอนคือนอนเดินถามเนื้อจงอายุตัว我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想知道，我们苗族啊有3个，在中国的有3个大方言，比如这个东部啊、中部啊，还有西部。你的苗语我们听不懂，我的苗语你也是听不懂。是。那阿依朵是属于哪一个方言的？我应该是中部方言。中部方言的。对所以你说中部方言的你好，你要用你那就是我们家叫娘狗。娘狗。那阿依朵是在哪个苗寨长大？是老家在哪了？我家在黔东南黄平县古陇镇大寨村。那阿依朵是属于我们那个苗族的什么自称的？是蒙啊、木啊，这个干哦。抛。抛。抛。阿依朵有没有我们苗族的姓氏？苗族姓氏，我姓雷。姓雷啊。姓雷就是汉姓的意思。汉姓的意思我因为阿友多我应该叫做阿友多富鸠翁波，就是富是我爸的名字，我们是应该是这么连着的。苗抛阿没姓，抛就没有姓抛就没有姓就那一般来说我们苗族以前可能就没有姓以前是没有姓的，所以以后就这个接受了这个汉姓了。为了方便嘛，大家要有身份证方便。所以姓雷就是汉姓的意思。对。那阿依朵这个，说一下，这个阿依朵的这个名字是苗语还是汉语的？是苗语。是苗语。阿依朵阿就是女性嘛，就是阿友就是最小的妹妹。最小的妹妹。对，阿友多呢，多是我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每天就是阿友多么懒，快把你给我，就是阿友多么懒，阿友多小猫咪那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妈妈唱出来的。妈妈唱出来的，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是是是这样的意思对。那阿依朵从年纪多大才学习唱歌？从小就唱歌，没有说刻意去学，喜欢自己喜欢。自己喜欢的。那首先的是唱山歌唱山歌，对对对。我外婆教我唱的山歌。那个我外婆，我记得教我唱的第一首歌叫广东塔欧巴叫那不当起来年年饭，他来别挖怕个的来让我操。个家里头老爸给爷这是我外婆教我的。是你外婆教你的。对。阿依朵的家里除了阿依朵，还有这个妹妹姐姐我有3个姐姐。3个姐姐。对对，我有3个姐姐。她们都会唱吗？都会唱苗歌。都会唱苗歌。苗歌我妈算是最会唱歌了。那从小就喜欢唱歌，这有没有学的影响才唱歌，还是自己喜欢的？我觉得首先是自己喜欢。我记得小时候，我这次回家过年，
然后我又遇到了以前的那些伙伴，他们说以前就知道我来了，他们就知道哦是阿尤朵来了，我走了就知道阿尤朵走了，因为我每走过的地方我都会唱歌，就是一直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我在红色的土地上等着你，我在绿色的山川里等着你，我用纯洁的心灵深情地呼唤你，想你和我一起品尝缱香的甜蜜。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家隔壁来了客人，邻居家来了客人，然后就说，哎，听到我在唱歌，然后就说，哎呀，是谁家？谁家买了录音机呀？这录音机唱的可好听了。但实际上，然后他们介绍说，不是录音机，是阿尤朵在唱歌啊。那你唱出来就像录音机一样的。对，因为小时候他是没有像现在到处都能听到歌声，然后过去山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他们觉得哎呀不断的在唱，以为是录音机在放。山歌呢，在这个苗家哪里会不会有这个对歌的？有啊，有啊。阿尤朵从小的时候也喜欢在唱歌吗？是这样，因为我比较小，对歌呢是我姐姐他们在对歌，然后我就看到我姐他们在对歌，然后你就学了。我就学了，但是呢，等我长大的时候就是去读书去上学了，去学校去上学去，就没有机会对歌了。那阿尤朵从这个山歌进到北京啊，中央的怎么走的这一条路啊？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对。后来就一步一步的进去了。是参加比赛。最主要是要去进了中央民族歌舞团，还要感谢杨格丽杨老师对，感谢杨老师的培养因为我从苗寨出来是唱的杨老师写的歌。那我就问你一个这个是我问题，阿尤朵所唱的歌，这个歌词还有还有谱子是自己造的还是别人帮忙的？都是别人。对，但是老师这样的。对，但是苗语部分呢，都是我自己叫什么？对，自己唱出来的。唱出来。哇，是这样。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阿尤朵现在阿尤朵有没有什么项目？现在？有啊。我一直因为杨老师跟我讲，咱们美国的苗族同胞一直很希望我去美国，但是呢，我也非常想去。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每个人都等着。我还没做好准备，然后我觉得等我再准备好了，我再过去。我很想念大家。我听说你98年还是那个时候来过几次？来过一次。没有，我想想，我2006年10月份去的纽约。在那个肯尼迪艺术中心，当宋祖英的演唱嘉宾。那当时你没机会去看我们苗族？没有因为我去了以后时间比较紧然后没有机会，也不认识，主要是不认识希望阿尤朵以后有机会到我们那边来拜访我们美国苗族。我非常想去，因为杨老师他们每年回来都说那边的苗族同胞特别热情，然后说的我耳朵都烫了，我都想去了
那以后吧，阿尤朵会不会和杨老师一样的学我们西方苗语，还是学国际苗语呀？啊，学学到时候杨老师也是我老师，你也要教我。我要去美国之前，我得学一些再去。那现在阿尤朵会不会说几句我们那边的苗语？我学了，我就忘了嘞。学了都忘了啊。古摇木。过海过桥路，过海过桥路，但是别都要木。Itu mungkin kita percaya kalau baku ya kita pakai kuntai. Mama tu baca apa sih? Kan lalu ni, warna tu kami juga ni tu cuma siapa dia, dan cuma dia jadi macam tu mau lebih tu lagi mungkin. 我登上那远蓝山的山顶，听越过的传说。因为我就把这套一样的你要给卖一块，这不是一样的吗？这一套给你吧，这个。你签名的是这套。弄了用鲜明啊，弄了用鲜明，今天很高兴啊，然后还有多么多一条 CD 啊，这 DVD 呢，找我家，我说这条那个，叫我然后找别的梦想，这条那个到这些，所以说我今天很高兴，还有多给了我那么多的 DVD， 还有那些拿到美国去，我让我们美国人都看得到，所以很特别的高兴。还有一张，还有一张，这是在杨老师你这个。一路他个性那样的地方，常瑞就在个在赢家的哒哒啦啦呀，得咋个还咱呀？别来咋。